还有，好，好。都准备好了吗？还没有，但是快了。我的人呢可是有限的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多一次机会。我们老板娘跟人跑了，清仓大甩卖，每件10块。喂，声音小一点，没看到板价吗？隔壁老板娘跟人跑了，我们老板疯了，支持隔壁8块8块。任务已完成，即刻返回。我们老板娘跟人跑了。我叫金麒麟，我这一生最讨厌就是女人。臭流氓！臭流氓！啊！别来吧！就是她男朋友现在对她一往情深，我也必须给她教黄了。这都无法改变，这是一个悲剧的结果。好可爱啊！只不过，不可以啊！来，你是女孩子，不可以这样子，要矜持，这样才可爱呀、知道吗？你是女孩子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哎呦！塞进去，漂亮漂亮啊！你还要穿高跟鞋的，还有，好，好。我也不会想你了。
好好学习，振兴家族。那就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我要撒尿！撒裤子里。金麒麟出生媒婆世家，贪生怕死，与大义凛然集于一身。在外婆的以死相逼下，依然扛起了男媒婆的大旗，投入到了拯救红尘男女的感情事业中。你真的要弃家族而不顾吗？金欢喜，金牌媒婆，金麒麟的外婆，为了让金麒麟传承家族媒婆事业，以死相逼。红线宝，欢喜婆的贴身秘书，对欢喜婆言听计从，指哪打哪。外婆，要不然你每个月花5000块过瘾了，好不好？金麒麟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从还是？欢喜婆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，我不错。洪小宝，亮家伙！祖先在上，我金家第131代媒婆传人欢喜婆在此给列祖列宗谢罪了。金家世代为媒，如今金家孙儿麒麟抵死不从接手媒婆，欢喜婆无奈之下，只得遵从祖训。在这满门荣耀，在这列祖列宗面前，我要为金麒麟洗礼了。你要干嘛呀？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我外婆要杀我了！救命呀！真的不需要用麻药吗？等等，我愿意。外婆！郝光光，金麒麟前女友的弟弟，一身呆萌，作天作地的小跟班，一心跟随姐夫，发誓要与姐夫干一番大事业。没想到跟着姐夫越混越差。姐夫，咱外婆长得真好看。我说你干嘛来了？抱人啊？我欢喜婆，八面玲珑，口吐莲花，察言观色，游说万家。这1个月，承蒙祖先您关爱，把我所学一二通通传授给你们了。自古师傅只为引进门，接着下来看你们的啊。现在呢，我就把这笔基金给你们，望你们出师下山之后，能将天下第一媒的美誉传遍神州大地。卡！老婆，这里面有多少钱啊？50万5万。咱们是不是该留点钱啊？
扣2万，3万。别这样，外婆会给你们准备一辆豪车。靠，这妞敢找我去刷马桶？听我泡妞了，还让你去刷马桶啊？不是玩派派呢，这可是现在超火的熟人互恋 APP， 可以各种恶搞你的微信好友。真的吗？怎么玩？看着啊，这么好玩啊？你看，你怎么让我去给你暖床啊？哼，这么刺激啊！对呀，上派派抓你的微信好友去暖床。哎，不错，我要去下一个。二位，前面就是城里，我这车也进不了外环，拜拜。啊？哎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哎，我勒个去！哎呦我天，这也没个信号啊！这软件也下不来。走，去上海。姐夫啊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弄机器人吧？你觉得外婆会答应吗？开玩笑呢，外婆怎么知道咱们在哪儿在干什么呀？房子找到了吗？这么大个人了，你俩能干点什么呀？上车。